世界别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节目面阿土啊。观众朋友，新店野球场经过改建，7月22号来启用，进行6天来第一场职业野球比赛。本地是使人真欢喜的代志，总是迄天有球员因为场地设施无条文来受伤，嘛有观众球迷指出改建了后球场的欠点，互咱了解到讲，咱爱去野球场看野球，毋是遐尔简单的代志，是牵涉到侪专业甲美角。新竹野球场安怎对使用经验来改进？安怎互伊使用愈舒适？嘛，佮安怎互咱普遍野球场拢愈来愈好，钱开落去有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做伙来讨论。上届现场来宾邀请台湾棒球改革联盟发言人蔡碧文先生。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湾运动好事协会王芬庆理事。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国际棒球裁判刘碧君小姐。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资深球评赵明景先生。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新竹野球场这个问题吼，有侪美角。咱看到新竹前市长。嘛是即摆同市长的参选人林志坚讲吼，伊的经费总开12亿吼，因会遐悬是因为有侪部分开伫地下驻车场的这个设施的部分吼。过来咱看到棒球联盟魏全龙讲吼，这个棒球是安怎会当适合来比赛吼？由联盟去认定吼，毋过因有提供专业的建议，互新竹市政府来参考。总是咱看到这个营造的包厢吼，有一寡歹趁，听者咱小等下来讲到。即马新竹代理市长讲。在规个工程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有延前，即摆赶时间要来开始比赛吼，验收也未完成吼，地书发生这款的状况吼，这个问题咱今仔日要来讨论。但是咱先来看新竹野球场的报道。球员伫球场做热身运动，为每一场的比赛做准备。不过，离接拄举办中职开幕赛新竹棒球场，却是连续传出这个场地无好，甚至造成球员受伤这种情况。没有缓冲的感觉，因为它上面是松松的，但是下去你扑下去的时候又是很硬。20年前、10几年前比，这个球场很差吗？它不很差。那这里因为草比较少嘛，有一些小石头嘛，所以它一铺的顶就是定在那边。新竹棒球场开12亿来改建，2日重新启用了后，就民众反映，唔但场所有状况，要查某变数的门锁盗盗并这情形发生。中华职棒加市府以及球团讨论了后，8月比赛想要换场所来举行，另外24暗时的比赛也决定来延期。才是对球员的一个保护。因为昨天看到哲轩包扎回来，我就觉得这个场地还是有需要改善的部分。每一家的球迷都不希望自己家的球员受伤，整体的氛围非常好，但是从细的地方再去看细一点，照顾我们球员。球场出问题，拄到立陶园加新竹市长选前的前市长林志坚加副市长沈惠宏也向大众来下失礼。所有责难到我身上，在我的协调之下，大家已经有初步的共识，把球场的环境，再做细节的改善。新竹市政府会跟球团一起面对这些缺失，把它给改善好。不过国民党加民众党的竞争对手委员提出质疑，认为是新竹市府不可避免的责任。从编列7亿的工程款一直追加到近12亿，花了那么多钱，却有如此多的缺失。门锁装反，还有包含像是这个反光条贴在内侧，市长、副市长也已经辞职，正在参选。那这2位要如何来扛责任？这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球场改建的争议演变成多政治的攻防，新竹市府回应会继续收集球员甲球迷反映，继续改善各项较优的所在，提供予球员更加安全的比赛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好，咱看到新竹的这个野球场吼，有影片内底讲到这个问题，总是咱来请教发言人吼，请甲咱观众朋友来介绍一个合格的野球场需要安怎的设施咧？讲实在，若是要讲一个合格的野球场吼。讲是咱安尼看好啊。这爱分做讲内底球场内底球员使用的所在，以及甲这外口的部分，这观众的这咱讲，若是要讲商业的设施设施嘛是会使，嘛是讲咱一般的观众咧看比赛的所在嘛是会使。咱大先来讲比赛的部分。比赛的部分的话，上主要一个，咱用一个较简单的讲法，就是讲咱这球场。球员入去，
哦，伊是毋是会足放心的去做伊所有应该伫咧比赛中间爱表现的这行为。哦，比如讲我要接一粒球，我可能我爱扑落接，啊是讲我可能我爱用跳的接，啊是讲我可能我爱打击的时阵，我会使会使尽全力哦去使我的巴达，哦，这拢是同款的道理。所以讲，拄则亲像咱拄则看到林哲轩咧讲，就是讲我扑落的时阵，感觉一开始软后壁搁定，安尼可能对球员来讲，伊会扑咧做这个动作的时阵，伊就可能会烦恼讲啊，我会着伤无，因为这球员讲实在，一个月薪水拢20-30万，哦，我就讲可10几万20万，若受伤，对于后壁的成绩嘛是有影响。所以讲上主要的、上重要的部分就是，因伫进行这比赛中间，是不是？伊会使感觉伊家己足安全的，会使去尽全力去表现。我感觉这是上重要的所在。是，好，观众朋友，咱来讲吼，一个野球场吼，伊这个地爱平嘛，另外这个照明爱清楚吼，排水爱好，因为亲像落雨的时阵，水网比赛可能会暂停，排水爱好，才会当连伊搁开始比赛。咱看到即摆新竹野球场有正的问题吼，就是球场内底吼，伊个外野的部分有这个幼石啊吼，另外这个红土吼较软，可能是比例无条纹吼。另外有这个水沟，迄个坎挂吼，伫球场内。另外就是投手轮吼，嘛是共款伤松，伊的红土的比例无共。另外就是投手咧练习遐个所在吼，共款嘛是有一寡状况吼。另外就是草波即摆的问题是可能是伤重哈，无平致使有球员来受伤吼。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外野这个观众席吼，拢是铺设的因为安尼拢是铺设的，致使球员咧接球的时阵，无法度判断这个球的这个位置吼。例如，咱讲到即马遮的问题，咱来讲新竹野球场吼，看起来敢若无啥合格。需要改进是啥呢？这真正是可惜的代志啦，吼！这不然就刚刚主持人讲，这是一件喜事，吼！这个喜事吼，欢喜啊讲，这世界棒球垒球的协会的这个会长，拢咧伊的推特，咱甲咱恭喜，吼！伊甲中华职棒恭喜，伊甲新竹恭喜，伊甲美专恭喜，讲恁即摆有一个新的球场，新的球场会互更较侪球迷来去看球，吼，更较侪观众。咱若是讲咧，这个球场咧建设过程当中啊，吼，你讲按摩起较好，吼，你一个过程应该是竣工嘛，吼，竣工了你摕使用的执照，使用执照摕来以后咧，你接电送水了后，你验收，吼，验收这最重要。验收了后，你才会使去做迄个 test 的比赛。是。咱即摆知影讲，即个球场就是讲，即摆可能讲因咧做阶段性的验收，吼，加一段遐一段。毋过你验收无了以前，你就已经互球员去比赛，而且这佫是咱 Pro 野球相关礼物的比赛。是。吼，即个代志其实明明角角拢是足重要的代志。吼，你即摆发生即寡问题了后，你爱去检讨讲，你迄阵啊做的代志，吼，你是安怎啥物状况以下，咧列明的讲好，恁无即摆来比赛。咱头前讲嘛，有来看球嘛，吼，有来做 test。譬如讲啦，吼，你看这球场了后，才有30项问题你爱处理。吼，test 比赛了后，虽然讲实在是无应该遐尼早来做 test 的比赛 ，test 比赛了后有20项的代志爱处理，好，安尼才有50项。请问你即款问题出来了后，到你比赛进程，这50项你解决偌济项？你若是讲无解决，你为虾米佫可以去比赛？是，嘿，所以讲我感觉讲吼，这其实不管是球队来讲啦，球团啦吼，或者是讲联盟来讲，拢有责任嘛。就是讲你明明，你若是讲明明知影讲即个球场，足侪所在佫无适合做职业上 Pro 的比赛，是，你实在是都无应当吼，可以讲去。这么级来比赛是，那是咱讲一个棒球场吼，做业余的比赛，甲职业的比赛，这个要求敢有共款？当然是无啥共款，毋过这场地的部分，其实我是感觉无差足济啦，吼。业余的比赛甲职业比赛上大的无共款，是咧电工的部分，吼，因为职业的比赛是有转播的，吼，转播的时阵需要上光的这个电工甲拍落，
吼。啊，若是讲业余的比赛，是讲无转播，你迄个电话免遐尼光是袂要紧。啊，毋过咱即个球场，我即摆看上好的所在就是迄个球，迄个电话啦。这是即摆讲全台湾上好的这 LED 的迄个电火条，哦，这是上好上好。迄间我嘛有去，第一间我嘛有去，球迷看到迄种 LED 的电火条，足欢喜的，迄是互球迷一个真好的迄个享受的迄种经验。啊，毋过其他的部分，其实我讲茂度啦吼，Blue 度啦吼，啊佮有迄个球场的所在，迄个爱文吼，啊迄个伊大概袂使讲遮长遐软，吼遮松遐暗吼，这对球员来讲是足危险的代志啊。是算讲是嘛是有做了袂歹，都是迄个照明做了袂歹。照明做了袂歹，有做好，咱爱互伊甲肯定啦，吼。啊，其实其他迄款慢慢甲无处理好的物件，其实我是感觉讲，即摆已经开幕啊嘛，吼。啊，即摆嘛已经，即个联名嘛宣布讲，即摆开始无要踮遮比，大家较紧专心吼来讲。进前发生迄寡问题，啊未调好，啊未验收的，较紧甲创好，哦，啊，莫讲免讲我半档是要用啦，我就感觉讲吼，咱开这半档，甲创啊好，明年球季开始的时阵，再来过一个风讲，就讲再开幕一遍那要紧，这是一个新的好的新店棒球场，毋是讲新的啊遮有问题，遐有问题的新店棒球场。是民警大哥，咱看到。一帮球员工会吼，因有发一个声明，就是讲，伊事实上有进行这个试验的比赛吼，伫试验比赛了后，因有发觉到有一寡问题，总是时间上的原因吼，地输这个问题无法度完全来得到解决。地输正式比赛的时阵，咱阁看到阁较侪问题吼。民警大哥，这个比赛是7月22号开始吼，启用来做这个比赛，这敢真正有一个时间的压力，地输处理的过程是安尼。第一，我是感觉讲这个时间吼是有小可较紧啦吼。因为今年是选举年嘛吼，大家当然是希望讲我伫选举进前吼，各县市吼，嘛毋是讲新竹尔啦。各县市足侪建设，伊嘛是希望讲伫选举进前拢通甲创好啦。但是吼，咱爱知影讲吼，虽然我毋捌新查过棒球场啦，但是我捌新查过足侪骹球场。你爱知影讲，你新查的时阵吼，去即个棒球场的人吼，伊无一定捌棒球，伊毋知这需要是啥，所以你爱有专家有即个球员来建议嘛。但是你建议了吼，画出来即个设计图嘛无一定是合用的。你设计图画了，你伫起的时阵吼。伊这做涂水的啦，还是讲在做水泥的啦，伊嘛无一定做出来物件是合理用的哦，迄个是另外一回事。你起了，你这厝起了，这场地拢创好啊。你若无打去你顶悬用过，你看迄个规格吼，讲这个物件寸笑偌济，用什么草的草种，用什么涂，数字拢对哦。但是你打起你就发现毋对，所以你无使用吼，你是无法度发现讲伊内底有啥物问题。是。但是咱讲这个吼。定定咱讲台湾讲即个预算无够，讲咱国外起一个棒球场，讲甲100外亿、200亿台票，咱这10外亿尔，要来安怎甲人比？其实毋是哦，咱来比是比啥？我若一个球场100亿，内底伊迄块土、迄块草吼开1亿，咱台湾起一个球场，咱若10亿，咱迄块土、迄块草嘛是1亿。其实就是你比赛爱用的即个物件，你的标准爱甲国际共款。你还有安全的在比赛，剩的就是讲你边仔这观众，人坐5万人，咱较细咱坐1万人，人变数100间，咱较细咱10间，钱是省伫遮，但是内底球场迄个8000万甲1亿的这个部分是一定要做好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就是讲吼，我拄仔讲的这个，你自审查设计开始起完成了，你这个问题要安怎才有法度发现？比如讲我捌去个。骹球场一入去，你即马看5间变数拢5个门，好啊，拢照规矩来无毋对。但是你一开发现讲伊迄个走道足细，迄门开出来吼去拍着其他伫变数内底行的人。但是你一个人去审查，还是你2-3个人委员去审查的时阵，你袂发现着安怎？你伫开迄个门外口无人伫行嘛？你一定是爱大家一届30个、50个入去的时阵，你才会知影讲伊即个伤下无法度开门，所以。你伫即个比赛进前，你除了讲球员去即个场地比赛了，你即个建筑内底，你可能找附近的国中、国小的人来看，300个、500个，我一届50个人去变数有法度无？我一届20个人、30个人坐电梯有法度出入无？
啊是我这轮椅真正来杀的时阵，有法度出入无？这是你现场你试才知影的。啊，咱就是讲你试的时阵，虽然咱讲这个球场有这个义军有捌去拍过嘛，有拍这个练习赛，但是你这个讲要验收的人，你有甲因讲了足清楚无？我今仔日毋是叫你来遮甲我下令人拍牌拍2场了，恁转去大家讲个鼓掌，讲你这新的球场足好的，毋是安尼，你就是爱想办法甲我讲倒位无好，毋是要叫你来甲我讲倒位好啦。啊，另外就是你这个收集这资料的人，你嘛是爱有一个共识，讲我今仔来就是要找着这内底的问题，我才来甲解决。啊，你今仔日想来发生这个情况，就是我讲的，虽然有叫人来看，虽然有叫人来拍。但是来拍球的人，伊无一定清楚讲，我今仔日是来找茬的，毋是来甲你鼓掌的，对无？啊，你这个验收的人，伊嘛是心内就想讲啊，好啊好，赞，恁大家拢讲我赞，我就互过。毋是，其实你心内爱想的是讲，你一定爱甲我找着足侪麻烦的，我才来改进嘛。你若无这个心态，你验收就无效，你这个拍什么实验赛，拍5场、10场都无效嘛。啊，属于种气感的比赛，对，你的心态爱对，你心态爱对，才后壁才会无这个问题发生啦。是，讲到这个验收的问题吼，咱即马先来看球场也未验收的报道。先剪彩，再验收，政治陋习几时休？开12亿改建的新竹棒球场，22重新启动，因为设备的问题，小联赛传出有球员受伤，宣布比赛延期。除了几啊项场地缺失，还佫标出查某便所的门串竟然到了电脑摒弃等等这种涵盖的问题。时代力量党团喷讲，未经验收就成剪彩，根本就是干那为了政绩。特别是为了配合首长们的政绩而强行来赶工，强行来做开放，除了造成这些工期的不足之外，更让我们的3级品管制度形同虚设。透过球员以身体来勘验，才发现了这么样多的缺失哦，没验收就先开打，根本就是罔顾球员的安全。时代力量公开讲，标着新竹市立棒球场的厂商技嘉营造公司的负责人，伫2009年甲2013年，都捌因为工程偷工减料等等的罪行判刑。不过为2014年到今，也是有摕到108的标案，标着的金额有甲107亿。这个公共工程委员会敢有照政府采购法定的把关？新竹市府召开记者会，代理市长陈宗宪出面回示的，讲会把这个责任担起来。记者综合报道。你阮知看，咱看到影片内底讲吼，这个球场验收还未完成吼，总是咱即摆看到的这个欠点吼，外野有这个石友啊，另外就是这个红土的比例吼，豆手轮红土伤松吼，还是讲倒位较松，倒位搁较暗，这款的状况，敢毋是伫验收进程，就是做一个野球场本地就爱做好的代志。当然是安尼啦，尤其是咧国际赛的时阵，国际赛嘛拢有配置咧专业人员，就是讲，比如讲咱国家，比如讲咱月底要拍U12，我相信这 WBS 一定有派人去看这个场地，确定这个场地会使拍，因才会去比这比赛。甚至讲，我会记咱古早咧拍经典赛的时阵，大联盟迄边阁有派人来专门来维护，来几啊个月呢，来维护咱岛内的这个草皮啊，咱的土吼。因为咧，讲实在，咱看外国的球场吼，看安尼有够水的吼，真舒适。不过这嘛是甲迄个天气有关系啦，吼，因为咱台湾西北风、风台，吼，常常这外国你看足水的草，无一定咧台湾有法度安尼种。啊，另外阁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台湾其实球地足少的。吼，拍球的球地足少的，所以讲，咱一个迄个酷度，吼，你要拍国际赛，要拍普罗，有当时还爱拍甲组，有当拍高中。以我古早咧美国的经验，比如讲，阮咧训练裁判的时阵，阮咧一个迄个太空人队，因咧春训的基地，因遐就一届就是差不多高低酷度，高低酷度连做伙。因咧训练的时阵，就是一礼拜一个酷度，刚才会使用2工。哦。剩的时间5工，为伊咧饲迄土甲饲迄草。问题就是讲，咱台湾无这个条件，因为咱台湾差不多一个较规矩的球场的时阵，莫讲规矩的球场啦，连迄个公园遐球场，大家拢想办法去占。所以你无法度，大家一直咧去使用这球场的时阵，你莫讲新起的，咱其实旧的球场有一寡品质，大家拢会足烦恼的。只是讲，不管是球团，还是讲咱的政府，都爱
落足侪资源去迄个维护，所以我凊彩来举一个例，因为我顶个月拄为美国回来，这是因这社区哦，我就是无代志咧等迄个等车的时阵，我就甲翕下，这是因这社区路边的球场。人工的草皮嘛有，啊天然嘛有，啊两地都连做伙，啊你任何人拢会使去搭，会使去耍安尼。所以因有法度讲，安尼饲甲这球场饲遐水，因为伊的条件啦。所以我讲即项代志就是讲，咱转来讲，你即摆是因为当然有选举的原因，啊，搁有咱球迷对这个球场有非常大的期待。为什么？咱足久无去新的球场啊，这个球场毋是讲修理尔，咱是规个家己翻新的，所以大家对这个球场有非常大的期待。所以看到球场今仔变安尼时阵，大家会更加愤慨，尤其是还有球员受伤的时阵，大家愤慨讲，奇怪啊，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所以我嘛希望讲，莫干那讲咱即礼拜吵的，啊后礼拜大家讲搁袂记啊，都袂记这样代志。所以咱想过来讲。到底以后要安怎配合这个状况？啊，搁有不管是政府，还是讲咱联盟，伊要做啥物款的角色？所以即项代志，咱这政府有这个意愿讲要来修理的这个球场啊。我嘛想要问讲，以国际赛来讲，咱有一个专业的人去配置，讲要来检查这个球场，吼，看伊这是毋是合格，会使去比赛。咱联盟还是球团。也是讲工会，因为是毋是有这样专业的人员，嘛是会使为咱的球员、为咱球迷做这个保障。哦，这是咱以后长期来讲应该要配置的。是啊，李叔，拄则八分裁判吼讲到大联盟伫办经典赛的时阵，佮派人来台湾吼检查咱的这个草埔吼，检查咱的这个红土。嘛，就会使讲，咱即马对棒球场的这个知识应该是有够吼。啊，去这个新竹的野球场，竟然出现假的问题吼。这去的中间的过程，到底咱的职业棒球联盟吼，敢有参与意见？因的专业的建议敢伫内底？哦，我想应该是有，因为我以前嘛是咧联盟服务过啦，吼，嘛是10外档的时间咯。啊，迄阵啊。有去一寡新的球场，譬如讲斗六的啦吼，桃园，阮拢有派人去提供即寡意见啦吼。那所以讲，啊毋过问题就是讲，你意见提供了后，吼，就拄啊，敢若迄个民进大哥讲的吼，你有法度去落实无？你有法度去做着无？吼，那无咱意见，我会使提100条意见互你啊，结果你后来你敢若提2-3条去做，哦啊开会开了啊名签的便当领咧，啊都无即款代志啊。哦，所以讲，为什么讲拄啊？这个碧君裁判有讲到吼，近摆咧办国际赛的时阵，咱拢会请一个迄个美国的迄个一个场务专家来。哦，有时阵咧 WBC 的时阵，刚像伊讲的嘛，伊住咧遮住2-3个月，伊逐工咧看，逐工咧瞧。啊，若是讲较细的比赛，伊来1礼拜、2礼拜。哦，啊，这一位专家，阮拢足熟的，而且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讲。这位专家，因为咱即摆知影讲美国的球场算讲全世界第一等嘛，吼。啊，这个专家进前吼，过去由韩国的迄个普罗野球请去韩国，差不多1礼拜时间去看因所有的球场，啊，互因所有的球场迄个改善的意见，啊，人摕到意见了后就照做。所以即摆看我韩国球场是真水的，人有投资这个资源了后，又去做即款的代志。所以会使互韩国即寡球场的迄个草啊，拢足水的。啊，其实讲台湾有即种人才无？有啦，绝对有啦。我家己嘛熟悉足侪人。哦，我即摆讲2个人，一个叫洛卡的啦，哦，啊，一个是咧高雄一个钟大哥。你若甲请来，伊绝对甲你讲这安怎做较好，做较水，佫袂互人受伤。哦，所以即款的专家即摆是算新地下即摆上需要的。较紧请因来吼，提供做法。就互因来做嘛，因为伊有足侪成绩已经做了足好，即摆是新增的球场，伊嘛做，题目嘛做，吼啊，即寡球场有去互人嫌无？无啊，吼，咱台湾有即种人才，吼啊，你若要搁较悬，你搁较高级的，你请迄个美国人来，对啊，即摆爱防疫，爱隔离，可能较无想要来，啊，毋过咱台湾有即款人才，较紧请来，吼啊，较紧把即个场地处理又好，就是说我讲的啦，这代志已经发生啊嘛。咱即摆安怎做？较紧来补救，哦，啊，咱有偌济时间，咱有半冬外呢，
啊，明年普罗野球要开季的时阵，搁3月4月啊，安尼不止半冬嘛。是，绝对有充足的时间，把这场地创好。啊，另外讲设计的部分，因为我过去我家己读建筑的啦，吼，你讲这球场水歹，这是主管的代志啦，吼啊，建筑师拢讲，我最有创意的，吼，我设计这，我设计迄，吼，啊，毋过安全是上重要的代志，嘿，啊，就是讲这个安全的代志是算上基本的。嘛是上重要的，是，咱嘛是有时间，咱这半冬外的时间，咱甲处理好。啊，咱期待讲明年3月的时阵，新店棒球场，安尼风光过来开幕。是，发言人李叔拄仔讲到，拄好你拄则所讲的吼，就是咱看一个野球场吼，内底有比赛所在，嘛有这个观众的所在，牵涉到侪的这个专业吼。啊，若讲起野球场的这个专业，拄则。李叔讲到，咱台湾实在是有这个人才，是安怎公部门咧去野球场的时阵，无法度请到这个人才。这是一个趣味的问题啦吼。咱为拄则所讲的，亲像咱李叔所讲的，啊，甲咱保全裁判所讲的，其实讲实在，咱真正有遮侪人才，会使帮阮来伫起一个球场的过程间，用各种的角度来去看讲，这球场到底有适合讲球员落去会使尽全力，再去比赛。是。可是有一个问题是讲，公部门伫咧想这个球场的时阵，好，我知影我要起一个球场，我今仔一个球场，好，我要起伫咧遮，我知影。可是问题是讲，这公部门的人，敢有迄种专门迄知识，会使知影讲，好，我这个球场要起啊。我今仔日我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球场，到底有适合这球员的表现有适合标准无？所以讲，咱有遮专业的会使来做这代志。可是问题是讲，这公部门的人可能会想讲，反正我今仔我照表操课，我做完，我今仔所有的进度到这个所在好，拢做完，安尼就好啊。对因来讲，伊想象的这部分是无够。是对，比如讲，这球场，咱拄仔有讲，可能是职业的比赛，还是讲咱业余的比赛。啊，今仔是啥物用？啊，亲像咱拄则讲，亲像讲业余甲职业的，其实讲实在迄顶工的问题尔。可是问题是讲，有一寡球场，伊毋是讲只有业余甲职业的问题尔，可能少帮、青少帮、青帮，可能这。拢分级的部分嘛是有问题啊，嘛是有这球场的问题。你这个球场要互相用，啊有定义出来无？可是咱即马拄着一个问题，亲像保全裁判拄则讲的，咱即马球场，比如讲少帮嘛用，青少帮嘛用，青帮嘛用，大家拢用，啊职帮嘛用，业余嘛用，结果一个球场，伊比如讲我啥物比赛我拢适合，这敢有可能？哦，到后壁的状况就变讲。好，我这个球场，反正我就是起一个，大家拢会使公用的就好啊。安尼讲实在，第一个就是亲像拄则讲的，迄使用过度的这个问题。第二个，这个球场入来好，包含今仔若是职业的观众入来，啊，一个咱讲的所有的这商业设施的这部分，到底是要安怎处理？哦，亲像咧走道，你一个球场，你是1万人要入来。还是3万人入来，还是3000人入来，其实讲实在，迄规格拢有差别。是啊，这规格的差别，啊到这中你是要安怎处理？不过讲到这个使用率吼，这个问题已经无共的比赛用无共的球场。那美国来讲，这是咱所在看吼，咱台湾所在就是较下，无咱高不将爱起一个棒球场吼，讲大家拢爱用。所以讲这就是问题啊。所以咱想一个问题嘛，若是讲即摆咱所有球场咱起讲啊，我啥物比赛拢会使拍，好，安尼到后壁状况就变讲啊，我啥物所在拢会使拍，所以讲我1万人入来，加1000人入来，加3万人入来，我拢爱合乎迄因的使用的习惯嘛。讲实在，这是足奇怪的代志啊！咱亲像咱住一个厝，咱住厝哦，咱租厝、细厝。哦，咱一定咧想讲啊，阮即马阮规家口啊是几个人，哦，你来搬入来，我爱几间房间安尼，咱是安尼想的嘛。可是咱会期待讲一个球场会使，啥物比赛拢会使比，这袂感觉足奇怪嘛。所以讲，
咱咧看，咱讲实在啊，转来讲，就是咱对所有的这运动的产业的视野到底是安怎看？哦，这其实就到上尾也是转来到这个所在来看，我会感觉是安尼啊。是好。民警大哥，咱即马来看这是美国西雅图的水手队的球场吼，咱看到伊这个天棚，伊这是会当叮当的嘛，若是会当叮当，就会当来遮看这个日头光吼。另外，咱来看遮济观众伫去野球场内底，因爱啉食呢，因爱各种的这个消费吼。啊，对遮咱来看到讲起一个野球场，事实上比赛掠外，佮有种的商业的活动，迄牵涉到的专业实在是真济。啊，咱台湾即马咱看到的这个野球场吼，大部分拢是公部门起的吼。咱安怎来改善这款的问题？吼，真正起球场的专业会当进入咱的野球场咧。哦，其实像阮若伫体育署伫审查的时阵吼，伊审查的人其实是无介济啦，差不多8个人到10个人之间。啊，伊这10个人内底呢，伊也有迄个知影即个灯光的吼，差不多1、2个。啊，知影即个水电配电的专家。啊，搁这涂水的专家，吼，水泥建筑的专家，吼，啊，搁爱2、3个，譬如讲你是田径的，你若田径场，你就田径的；咱若棒球就棒球的，吼，差不多2、3个。所以其实吼，严格来讲吼，伊内底参与的人是毋是足济啦，吼，无介济啦。啊，有当时啊，你可能1、2个教授伊伫内底参与伊的意见。啊，但是就是讲，咱即个公部门伫委托即个事务所伊去设计的时阵吼，一定爱参考足济无共款国家的即个设计图。譬如讲，我的休困的所在伫倒位，我的牛棚爱伫倒一个所在，我便所吼一般是伫倒边还是正边，啊楼梯口是爱开伫外口还是内底？啊，其实吼，咱定定讲啦，咱若有现在有的物件，咱就去抄啦，咱就甲改就好啊。啊，咱莫讲家己用想的啦，讲用我家己去想的来设计。啊，另外就是讲外国因这个球场吼，伊是开足侪钱的，咱是无可能做甲安尼。吼，咱台湾即马无可能做即个即运动的设施吼，创甲一个2、300亿台票无可能啦。我若讲10外亿、20亿，已经是开足侪钱啊。啊，但是咱就是爱设即个球场，咱爱有设即个规格。啊，另外就是其实拄仔因有讲到讲棒球比赛吼，你若是要办国际赛，伊会有官员来看。骹球嘛有那个国际竞赛官吼。竞赛官伊来，先看现场，你这个所在寸球有标准无？这土是毋是啥物几号的土？草是几号的草？会使好，伊才会来，互你台湾去办比赛。啊，比赛进前我家己嘛是裁判，裁判嘛要先看草有够长无？网啊有海气无？迄个条啊所在是对还是毋对？你若毋对，裁判嘛是现场会使讲，这场比赛袂使比。所以你若甲裁判，还是讲这个，咱台湾嘛是有。上过这竞赛官的课的人，吼，嘛是有这个人才，你嘛甲诱入来，啊来看讲你这个球场到底有合格无？啊，另外就是，其实咱今仔讲到头来讲新竹这个棒球场，这个就是要互普罗用的。咱讲白虽然目的无，大家球场无共款，但是这个伊现主是伊既然是要互这个魏全龙用，伊就是要互普罗用的。所以你要用普罗用的时阵，你诱专家的时阵，你就爱诱迄个。捌去国外球场的，啊，你也有迄个商业经验的，知影讲我这店吼要服务的所在，爱囥在倒位，吼啊，我若讲足侪人入来，一届5000人、10000人入来时阵，我这动线要安怎行？啊，我坐所在敢看会到球场，啊，内底这便所有够无够？便所的门开倒一个方向？其实吼，你若是讲普罗的球场，你也甲这个人诱入来，啊，像拄仔讲的，比如讲某某大学的体育系的教授。伊就是看讲哦，会使拍棒球好，伊就 OK 啊，对无？啊，你讲我看水电的，伊就是我水电哦，这线路什么瓦数拢有够，伊就 OK 啊。但是咱若要做一个普罗，我讲实在，安尼是无够的。我家己审查的经验是安尼啦，所以你会使加开2届、3届的审查会，有无共款的人入来。啊，验收的时阵嘛共款，我就讲验收你这个数字的规格拢对啦。我问几寸几人，迄就是有一个。咱讲一个数字4的伫遐，拢一定是通过。是，但是你会用的袂用的，人无来行过是毋知。你讲我设计楼梯30公分，
啊，你若来30公分伤悬，还是伤低，你要哪会知？但是我若去验收的时阵，伊设计是安尼，我就好过啊嘛。伊无违规、无贪污、无啥都过啊。但是使用上安尼会使无？唔知，其实就是爱大家入去看。啊，即个过程吼，我是想讲会使扭较长的啦。今仔日即个球场，你即马看到所有的即个缺点啥，拢是会使改进的哦。拢毋是讲迄落啊，我这条啊起毋对所在，我这个电话斗毋对所在，迄袂改。你像这什么落擦啦、门锁毋对啦，啊是讲这个土通啊甲褪过，搁甲乌一遍，就会使解决的物件，这拢会使解决咯。你若讲加一个月，问题是外野的视线受到遮卡。对啊，啊你若讲早1个月、2个月，这拢会改。像我捌去看骹球场，伊这个视野无好，你迄椅啊吼，乌一空甲刷喺别个所在，才甲做别项代志，就解决啦。是，其实这是会使解决，所以你若讲加创1、2个月吼，才过来开始拍这个正式的比赛，其实我想当初若安尼做会较好啦。是，李军裁判讲到这个国外球场的问题吼，你是国际棒球的裁判，亲像这款的场地你嘛捌去过啦吼。啊，若是就你行国际比赛这个经验，看到国外的球场，因咧起造球场的这个思维，甲咱台湾有啥无共？因为咧外国，你去球场，伊就是要球，要吸引球迷你来，要吸引球迷你来，你的使用的迄个经验都要足好的。而且因都是惊迄个 family， 伊要带某囝、带囡仔来遮，所以一定要安全，一定要舒适。所以啊，伊要趁钱，所以伊爱你来的人，我想我来，佫想要佫来，啊用啊足舒适的。比如讲像咧进前咧拍迄个疫苗的时阵啊，波士顿的球场都是开放。个囡仔来拍疫苗，因为囡仔就吵讲，我想要去打迄球场，吼啊球团讲好，安尼我用这吸引甲市政府来配合，我来吸引遐个囡仔来吵因的爸母讲，我要去迄个球场拍疫苗，因为我会使去打球场，所以因为用因的迄方法去迄个夹因的迄个城市的特色，啊做伙来经营，啊希望讲增加人来，所以因为讲。球迷就是爸母嘛，所以因爱使用遮的这经验就好诶。啊，所以我去行打这球场，老实讲，毋是每少你就是国际赛，所以球场设备真好，这是当然的代，所以袂使讲这一定爱看到遐 top 的这个等级。所以我咧想讲是平常时普通的球场的时阵，咱都是爱该用好，因为这是咱的产业，咱上重要的基础用好才上重要。所以我进前咧一寡。普通的比赛时嘛是会拄着讲，咱的囡仔要去接球的时阵，去弄着网啊受伤、挂伤伊。所以我较关心的嘛是讲这维护问题。所以咱要安怎来改善？尤其是讲我2017年的时阵，我是4大运的裁判。是。迄当阵去要做裁判的进前开会的时阵，我就提一个问题啊，安尼歹势，我变数要安怎？因为咱一般来讲，裁判室内底迄个设计哦。咱就是一个 double 的小便斗，对面就是一间有门的便所。所以原则上，我平常时咧比赛时，我爱等double 的上完了后，才有法度去上。嘿，所以我当我有提出这个问题，啊，因是讲啊，无我一个屏风好啊，吼，对，啊，是坐咧比赛时阵，就出一个状况，我一场甲2个日本裁判。因2个日本裁判嘛知影这便所有问题，因2个都讲啊无阮2个出去，啊我嘛足歹势啊，啊一间遐大间的迄个裁判室，啊我甲因拢赶出去，啊去便所啊才佫出来，哦，所以我了后嘛有去甲迄个了后比赛，我有去反映这个代志。毋过咧差不多2020年的时阵，所以因讲经过3年啊，啊就是前2年啊，3年补佫去一个新的球场，伊嘛是共款的设计，就是。小便斗进前新小便斗，啊，才是有门的便所。啊，我就一直甲市政府反映讲，其实恁咧设计的时阵，恁小改一下，查甫查某拢会使做伙用。毋过我无法度讲，我经过查甫无身躯，我过去讲我这我无方便。毋过恁小调过来，这个空间就会使迄落做伙使用啊。毋过足遗憾的，到今仔嘛是无改变。所以我意思讲，我echo先摆讲的，就是讲你咧去设计球场的时阵，佮咧验收球场的时阵，你要有这实际咧使用的人的经验。因为你可能无一定爱开足侪钱，我就甲你讲，你这路线，我无改你的水电啊。我是讲你查甫的这
迄个马桶小对调的时阵，我就会使使用啊。啊无我搁爱去甲观众做伙用啊，对毋对？所以毋过我咧外国就较无这个问题，因为伊大部拢有哦。是。所以我是感觉讲，咱拢21世纪啊啦吼，我相信咱台湾，嘛是以伊咧有咱嘛有铺路啊，啊成绩嘛袂歹吼，啊女性的这表现嘛足好诶，所以我感觉讲咱标准会使搁较提悬。你管裁判，你拄则讲的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我即摆咧做一个设计图，我去抄头前的无改呢？系啊，啊所以我讲一直反映，啊到底是要安怎反映？你有法度才做改变，尤其是讲你这场地除了内底爱专门的，比如讲picture遐。拨片遐啊，草皮最重要诶。你去参加诶人，尤其现在是女性参加诶愈来愈侪。我比如讲，我去年去看迄个咧台中太原遐，看咱全国诶垒球比赛，已经到全国赛哦。结果遐嘛加一个流动诶变数，啊，迄当阵莫大个歹去，所以囡仔咱诶选手，咱这拢是以后未来咱台湾诶国手吼。因变数搁爱过一个车路去外口诶公园啊变数。是。嘿，啊，我讲啊，这问题是这车来车过太远遐，啊，阮囡仔还是咧路会安怎，还是个公园你去拄着什么歹人，这是什么负责，对不对？所以我讲以咱台湾的水准，无应该是安尼，咱已经做会到。是。李叔，拄则迄群裁判讲到 Boston Red Sox 的这个氛围 Park 的球场，这你专门的吼。是。啊，去遐住预防车实在是足深色的啦。总是人会当去迄款的球场吼，拄则比群裁判有讲啊，互咱想到讲，咱台湾的这个野球的产业吼，迄个规模都完全无共啊，就是迄个市场无共。一个好消息，好的消息啦吼，就是你拄啊上关心变数的代志啦吼，咧未来的迄个台北大巨蛋内底吼。查甫裁判是一间啦，吼啊查某裁判一间，吼这两边拢有一间裁判，吼你就变个烦恼去变数的代志哈。这就是讲你咧设计的时阵有咧替使用者咧想无，吼你爱替选手想，所以我的帽都爱做得好，操爱文吼，迄个物件爱做得好，啊咱爱替裁判想，是，咱爱替媒体想，媒体采访安怎方便，吼安怎落来方便安怎。啊，观众你嘛爱替观众想，吼，观众爱安全，观众爱舒适，啊，媒体嘛是爱安全，吼，嘛是爱方便因去采访。所以所有的即寡设计的物件，你其实你就爱徛咧使用者迄个位置去想。是。吼，阮以前咧做即寡建筑行嘛是安尼啊。我今日要起一个养老的所在，你爱徛咧迄个老人的迄个所在去想嘛。吼，因需要啥，你需要啥，所以讲即个物件吼，其实咱就像我拄仔讲吼，人才咱拢有，咱爱甲用，是吼。就拄仔民进党遐嘛是讲嘛，吼，你裁判有裁判的人才嘛，吼，啊你请因来，你需要啥？媒体啊，你需要啥？媒体佫分无共款的哦，咧写的，啊咧翕相的，翕相佫分两种哦，是卡梅拉，也是迄个大台迄种的，是。吼，所以你爱去问伊讲，你这比赛中间。你咧无共的即个位置，你需要啥物件？咱甲所有意见拢集合起来，啊，设计一个好的球场，互所有每一个人礼拜的人，拢感觉讲，这是一个好的使用的经验，吼，啊，观众才会佫转来啊。是。嘿，就像拄仔讲的，这 Pro 野球，这就是 business 嘛。是。咱就是要伊礼拜，佫礼拜，佫礼拜。像我拄仔，我以前有一个经验，就足摆就是讲吼，我拄仔迄阵啊2000年拄仔好转来台湾时阵。台湾足侪棒球场吼，迄变数吼，拢足淡的。哦。吼，因为阿上就是摕一个淡的迄个土把，你啊撸，啊你不管安怎撸，拢是淡的。是。啊内底佫是垃圾的。是。啊，毋过即马20年了后，已经有足好的改善啦。哦。所以这就是爱进步嘛。是。吼啊，其实我讲一句较歹听的，咱查某球迷，这查某球迷来到球场。对这个变数代志是非常的重要的代志啊！为虾米人要踮咧垃圾的所在，过去就变数？啊，我若讲我即摆来，我踮咧遮垃圾搁吵，啊，你敢不想要过来？是，袂嘛？嘿，啊，即摆咱即摆技术就好啊，搁有迄个那个什么会使互迄个妈妈在内底饲恁的迄个房间，哦，啊，变数嘛搁大。
还有采风吼，这拢一直咧改善。所以你若徛咧使用者的立场来想，你就会使起一个好的球场。是，好，咱即马最后公道转来咱的新竹野球场吼，大先生来看报道。新竹棒球场离离中心举办职业棒球比赛，原本小连续3天有比赛，因为手队出问题，前2天就有3个球员受伤，2次比赛紧急喊停，佮改质疑开12亿经费重返的球场，是安怎会安呢？25号，市府出面对外说明。新竹市政府团队责无旁贷，必须负起责任。发现缺失就来改正。新竹市立棒球场在108年和施工厂商完成签约，109年和龙来球场公司签约，因为赶工造成球场养护工程细节的不足。对此，是否要再次向球迷朋友、向球员们致歉？针对球场的缺点，球工刷落来改善工课，会找营造公司、球团做伙讨论，一定会对球迷、参球员负责任。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草皮跟沙的之间的养护不足的原因造成的。这个改善的方式呢，也唯有时间能做最好的改善，所以我们后续会在这3到6个月内会做定期的草皮养护。新竹市议会今天就会有几位议员同仁跟我共同提案，成立跨党派的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未来会加强督促棒球场的安全设施改善，共同保障球员与球迷的权益。再度重返启用，就造成球员受伤，公共设施有真侪缺点。唔拿球员无法度放心比赛，毛球迷质疑。新北市议会提案成立棒球场设施改善监督小组，表示会要求市府针对缺失尽快改善。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观众朋友，你伫影片内底所看到的，拄好就是发言人甲理事拄则有讲过，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根据这个使用的经验去甲改进。总是咱的新竹野球场开12亿，咱来看台北市新北甲桃园拢有这个野球场来增加各种的设施，不管是比赛还是讲观众使用这个设施，咱来看因开偌济钱台北市台北市的天母的棒球场是开1.2亿。新北开1亿，咱的桃园开2500万发言人，咱看到咱台湾开伫野球场的钱是这款的计算，咱拄则看到迄个Seattle水手队的主场迄是200-300亿的球场，人的这个野球的市场，甲咱台湾都完全无同，因遐大条钱开会落去，咱事实上咱的产业可能都无迄款钱，安尼咱再来解决。我讲一句话啦，咱有一句话是讲，钱要花在刀口上嘛，歹势这台语可能较歹翻啦，所以讲用讲华语的。可是我是感觉是讲，咱即马咱有安尼的钱，咱做偌济代志，可是问题是讲，你这代志有做好嘛？亲像讲，咱理事拄则讲的，也是咱保全裁判拄则讲的，咱这球场到底咱起好以后了后，敢有适合者使用者，包含咱讲球员，包含观众，包含咱伫咧内底的裁判、工作人员，遮等等的，敢适合因使用这个代志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讲，咱就看到遮咱开遮钱遮包括讲遮可能有市政府家己开，嘛是有包含咧球团家己开，这是为着是讲，我即马这球场起好了，我知影有遮侪观众入来，因有遮侪期待，所以伫咧这中间，我会使透过我这不断的改善了后，看会使互遮观众会使入来更加欢喜，更加个愿意开钱买票入来看比赛，伫咧内底要开钱买食物件啊啥。其实讲实在，咱讲桃园好桃园其实讲实在，毋是。只有这个时阵乐天球团出资这个部分，以前咱讲更较早进前南美国的时阵，其实这个球团就已经开足侪钱，伫咧这个球场内底，包含咱讲所有的这软硬设施的部分，已经开足侪钱。是，其实讲后壁这追加的这个钱每一个球团若是职业球团拢是共款的。只是讲咱讲若是这个球场若是拢是职业
当然是安尼。啊，业余的可能就较无法度。可是咱反倒来讲，你业余的球场，恁业余的球员，难道因遮的球员的安全就无问题嘛？还是讲遮球员安全就免顾？无可能嘛？也是，所以讲嘛是共款。你爱注意个这使用者到底伫这内底咧使用这球场的时阵有够安全无？无讲实在的，咱亲像拄则讲的嘛，啊公务人员伫咧去这球场的时候，反正我球场起好就好啊，对啊，我验收拢合这规格就好啊。啊，我为虾米搁爱讲啊？我爱起啊偌好，互遐球员球迷入来是就足欢喜的，使用足安全的。我免管遮，我起好就好啊。所以讲开遮侪钱，上重要还是讲你有下讲遮使用者。哦，会使使用甲足顺利、足欢喜的，哦，也是足安全，这是上重要的问题。是，感觉是安尼。你阮裁判，咱知影讲，咱事实上袂使讲，甲台湾的市场较细吼，当做一个借口，无去开钱，伫咱的球场也是体育面顶吼。咱知影，咱有这个野球梦的人，实在是讲所在有够宽大，会使做一个野球场嘛吼。啊，就你来看，咱台湾即摆的这个新竹野球场的这个问题吼，你感觉咱台湾看运动吼，看运动产业这个关键伫倒位？咱通常拢非常迄个欣赏美国啦，欣赏日本啦，咱即个韩国咱哦足欣赏的，所以咱回头个讲啊，咱是安怎呢？咱是要安怎进步呢？所以我相信无人会讲，比如讲咱几个人坐喺遮讲好，咱安怎起一个球场，互大家交。无可能啊！大家拢想要甲这项代志做好，所以咱希望讲即摆新竹是即摆的代志，啊用即个经验，吼，咱搭起来看安怎甲这制度用好，啊要安怎甲这 SOP 做起来，就是讲我以后要去做，搁去起球场，还是讲要去维护这球场的时阵，咱公家部门、咱联名，也是讲要办这比赛的各地协会，你有一个有通好参考讲好。我正要维护这球场的时候，我要找谁？我会使听谁的意见？啊，我有啥物资源来甲这个物件用好？啊，莫互这个物件再搁发生。啊，咱上重要，我嘛是感觉讲是迄个基站是上重要的，因为基站咱拢知影讲为啥要安怎做一个产业，就是讲咱有够侪球迷。啊，你球迷要安怎产生呢？比如讲，咱这扑咯，咱做专心咧经营啦啦队。毋过这对我来讲就无吸引嘛，对毋对？哦。你啦啦队搁较水，我嘛无吸引嘛。你要甲迄个市场拍搁较开的时阵，咱国家有一半是女性的，你要安怎拍开这女性的球迷，对毋对？当然，你就要找你的迄个你要找你吸引的这所在。所以设备用好，啊，基站社区的这大家参加。莫讲我等国际赛的时阵，我才想要做球迷。平常时的时阵，吼，这甲这个产业甲这城市做一个迄个结合。所以你看这美国遐，还是讲日本，因迄当地迄个球队啊，因迄足侪sponsor，毋是啥物大企啊，就是阮兜巷仔口的面摊啊，阮后爸因朋友啥有兴趣，大家做伙来参加，大家做伙来赞助。吼，比如讲像阮的协会，阮遮协助的，就是北投的迄个。查某囡仔的垒球，为虾米无？因为就是我就是台北人在地，我就想要来关心我在地的球队，吼。所以咱互咱的球队甲咱家己的生活，平常时有法度结合起来的时阵，咱关心毋是干国际赛才咧关心，平常时咱就来关心。出国得金牌，你才要甲赞助。是，平常时的时，安尼这款的感情吼，啊，你对这运动有感情落去。我自然以后我会搁迄个摕钱出来，我要去消费，吼，我要去看球。是，民警大哥，你感觉钱爱开伫啥物所在，对咱的产业才是真正有帮助？哦，我想咱的经费有限的情况吼，第一个就是比赛这个场，这内底土内底草，这上重要。就是我讲的，你500亿的球场，甲10亿的球场，伊内底草甲土应该是同款的。啊，剩的所在，咱才慢慢啊看咱的市场偌济，咱才过来进步。第二就是讲，今仔日即个新竹棒球场即个代志吼，毋是歹代志啦。安怎讲毋是歹代志？伊毋是台湾上差的球场啦。啊，那今仔日咱来检讨了，下摆用即个做标准啦。你下摆创球场吼，莫讲新的旧的，比即马这较差，你就爱防骂，对无？今仔咱骂新竹
心得嘛。但是下摆这就变标准，你比伊较歹哦，你就要检讨。其实这个球场虽然即马有足侪缺点，但是伊毋是台湾即马上差的球场啦。是。好，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嘛是一个好代志，咱大家检讨下摆才会进步。是。李叔，我就是讲吼，这所有的野球场啦吼，或者是讲骹球场吼，其实无迄种一开始就做最完美，吼，无迄种一开始就十全十美，一定是爱有足侪细项的问题，咱拣出来，拣出来，无为什么咱爱做这样一个 test， 吼，有的 test 是门关起来 test， 譬如讲咱因干那咧比赛的尔，无咱就去瞧讲哦，这个甲比赛有关系，都要改。有的是门开开，观众朋友入来，互因去测讲，咱这个观众咧用的所在有啥物要改，媒体互伊入来，哦，所以足侪这个 test 了以后，咱把这个 information 拢收起来，咱再去做上好的这个改善。所以我以为想讲，这也是一个喜事。